馬頭圍道位於九龍城區，北面連接馬頭涌道，南面連接蕪湖街，全長2.3公里，貫穿馬頭圍、土瓜灣同埋紅磡。作為連接九龍城同埋紅磡嘅交通樞紐，馬頭圍道係九龍中部嘅運輸主幹道，每日嘅車流量達到23000架。馬頭圍道、馬頭涌道、馬頭角道呢3條街都係以馬頭為頭，實際係指碼頭。呢一個名係嚟自九龍寨城附近嘅龍津碼頭。呢個碼頭位於九龍灣，大約喺以前啟德機場附近嘅位置。1920年代，隨住城市嘅擴展，政府起咗今日嘅馬頭圍村同埋真善美村。冇幾耐之後，為咗方便居民出行而起咗馬頭圍道。馬頭圍道早喺1926年已經刊憲命名。當時嘅馬頭圍道直通馬頭圍同埋紅磡地區。喺早期嘅馬頭圍道已經係區裏邊嘅主要幹道。自啟德機場喺1925年啟用咗之後，馬頭圍道更加需要承擔往返機場嘅車流，令到佢長期面臨擠塞嘅問題。土瓜灣嘅工業發展係喺戰前已經開始，北帝街、炮仗街一帶早喺1930至40年代已經有華資工廠進駐。戰後由於人口嘅激增同埋工業需求擴大，政府通過填海擴展咗區裏邊嘅土地，提供更多嘅工業同埋住宅用地。雖然當時區裏邊已經有大量嘅山寨工場，但係只有東南沿海嘅地區先至係政府有計劃規劃嘅純工業用地。直至40年代尾，土瓜灣嘅工業發展先至真正蓬勃起嚟。1948年嘅亞柏康比報告確立咗港九嘅規劃方向，將土瓜灣定位為輕重工業同埋住宅混合區。當時土瓜灣聚集咗好多細嘅工廠，主要從事低技術嘅製造業，例如係織假髮、車衣、剪線頭等等。由於廠廈同埋住宅混合嘅特質，加上高密度嘅人口，令到土瓜灣成為當時輕工業發展最蓬勃嘅地段之一。政府自1900年代已經喺九龍東填海，60年代後更加着力咁喺九龍灣、紅磡、土瓜灣沿岸大幅咁填海，用嚟增加土地，安置戰後急劇膨脹嘅人口同埋發展工業。當時填海所得嘅土地包括前啟德機場嘅客運大樓，同埋紅磡嘅大環山公園。1964年，海岸旁邊嘅海心島同陸地連接，形成咗今日嘅海心公園。呢啲新填海嘅土地起咗好多工業大廈同埋大型嘅工廠，並設立咗九龍城碼頭，進一步咁樣推動區裏邊嘅工業同物流發展。1965年以前，馬頭圍道同埋土瓜灣道交匯處係一個8字形迴旋處。因應交通嘅需求，政府喺同年10月改建咗分層交匯系統，將馬頭圍道北部嘅車道向漆咸道北，南面嘅車流同土瓜灣道銜接。呢一個工程形成咗今日兩段路之間嘅人行道分隔帶，並設置咗巴士站去維持公共交通服務。80年代，隨住香港製造業北移同埋造船業嘅式微，土瓜灣工業用地逐漸轉型，原本庇利船廠嘅船牌被填平，形成咗今日嘅庇利街，橫跨馬頭圍道。新填海嘅地主要用喺起住宅、基建同埋公共設施。馬頭圍道亦都由工業運輸要道轉型為綜合交通幹道。雖然係咁，馬頭圍道仍然係土瓜灣一帶嘅主要幹道。1981年，串連馬頭角同埋紅磡嘅東九龍走廊高架橋起好，令到馬頭圍道嘅部分路段成為咗高架橋下嘅輔助路。1987年，因為水管嘅更換工程，馬頭圍道曾經實施咗長達8個月嘅單向西行管制。東行嘅車需要繞道去行北拱街、高山道同埋浙江街。同期，高山道部分嘅路段亦都改咗做單向東行，
並取消咗路邊嘅泊車位去疏導車流。2010年，港鐵沙中線大圍至紅磡段放棄咗用土瓜灣道嘅方案，並確認咗沙中線將會採用經馬頭圍道地底嘅路線。2013年，沙中線嘅工程正式喺馬頭圍道下邊開始，漆咸道北至到上鄉道嘅路段被徵用為工地，附近嘅行車線被封閉同埋實施改道。當時計劃嘅新地鐵站係馬頭圍站同埋土瓜灣站，直至2017年，運輸及房屋局宣布將土瓜灣站改為宋皇臺站，馬頭圍站改為土瓜灣站。因為考慮到同年喺宋皇臺站附近新發現嘅大量宋元時代嘅古物，所以希望通過改名去反映宋皇臺嘅歷史代表性。沙中線嘅主體工程喺2019年就做好，並喺2021年正式開通。由以往嘅臨海道路去到現代嘅交通幹道，馬頭圍道見證咗土瓜灣一帶嘅都市變遷。佢經歷咗多次嘅改造同埋更新，體現咗香港城市發展中基建適應需求嘅靈活性。馬頭圍道喺未來都會繼續喺九龍交通網絡之中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